台北的林森北路有真侪酒店，不过有民众对伫遮食头路的人有无好的印象。一寡公馆就办一个展览，讲明因逐工的日常生活，互大家了解，毋望众人莫个对因有歧视。 柜台电脑是即马逐台的状况，后壁休困的空间乱糟糟，酒店公关当咧伪装。一阵酒店公关甲经纪人成立酒干妹仔日常团队，为8月初4到13伫林森北路的湿地空间，甲因平常时的生活变成展览，互大众了解这个工课的实际状况。我们主要是希望观众可以在上面看到设计师想要表现的东西，然后自己去想说，那这些东西是什么。 即摆设展的其中一个酒店公关黄永琪，本身嘛是服装设计师，透过伊的专业，伊将伊一天的生活传达互来看展的观众。现在这个 B 区这边一系列，它就是一个我上班的一个起承转合，我从起床到进公司到下班，中间经历了什么事情，那它全部都写在服装上。黄永琪讲，透过服装，伊会使排解伊上班的情绪，嘛将伊的感觉表现伫服装顶面。我就会做成一半的原因，是因为可能我把自己的一半切掉，然后把另外一半给了工作上的角色，对，所以这一套其实是于演员的一个角色这样。你们说的下海与上岸，其实是一样的事情。展览的开幕式嘛，放送今年一部台北电影奖的酒店公关纪录片《海甲花》。酒干妹仔日常团队表示，因希望透过这的文化活动，互对话发声，去除酒店公关的污名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北报道。